选调，大宽仁的囝，恁着将阳光快乐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砖头敬拜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大家又聚集在这里。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先跟你的左右朋友说声很开心看到你。很开心哦，今天是一个大好的天气哦，让我们用一个快乐的心情，坦然无惧的一起开口高唱敬拜我们的神。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
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上地下合一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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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主，我们将的荣耀归给上帝。以赛亚书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主啊，你是怜悯的神，若不是你的爱及救赎，现在的我可能还是犯着罪，伤害别人，伤害自己，让我的家人伤心难过。此时，我要用这首诗歌唱出我对你的感恩、感谢。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阿们，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现在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感谢为我们之前所不认识主的、所做错误的行为，让主生气。也谢谢主为我们一起，也改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主啊，在过去因为我不认识你，做出神不喜悦的事，及生活中所犯的错，向你来认罪。也谢谢你赦免我的罪，让我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主。
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主，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因为有你，我现在成为新造的人。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谢谢你，我一直要跟随你，谢谢。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保证，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路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撒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会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保证，我心所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撒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撒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
紧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撒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生命的气息，每一天的恩典，感谢你在我生活中的保守看顾。即使面对困难，我依然看见你的同在与盼望。求主引导我前面的道路，使我每一天都活出荣耀你的样式。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弟兄姐妹坐下，谢谢。咱即时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请咱掀开圣诗51首。圣诗51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了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权至大，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齐声唱歌，学了主耶和华。圣哉圣哉圣哉，将你天地甲这是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们。咱三角額頭來祈禱。
祝愿学了你，因为你坐伫宝座顶，主见后迄起的，拢着拍摆伫你的面头前。祝愿种你的囝儿，三角聚集伫你的面头前。祝愿就用朝跳，用欢喜，用敬虔，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祝愿拍开阮的心门，明迎子你的恩典进入到伫阮的生命当中。祝愿也要献上阮的感谢，伫过去的日子当中，阮拄着虽然有关山，虽然有溪坎，虽然有顺境，虽然有逆境，总是阮知主你听阮。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主你是阮永远的石盘，主你带领伫阮，互阮伫艰苦的当中，阮犹原倚靠你；互阮伫欢喜的当中，阮犹原也会通出声来感谢你。主，阮献上阮的感谢。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主，阮的心实在是摇摇颤。主，阮知伫过去的日子当中，伫暗静的内面，主，阮常常犯罪得罪了你。总是主你听阮，求主你用你的保护结集伫阮，互阮得用着这个敬虔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头前的时，主阮就用圣洁为砖塔来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来学了你。但是今仔日，阮来到伫你面头前，主阮将阮家己的心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主阮要恳求你圣神帮助伫阮，开阮的心，主啊，互阮会当透过学了。主啊，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见着你，来亲自来教你三结连。主，恳求你圣神帮助伫阮的心。主，阮也要将阮的牧师要交托伫你。愿主你圣神对天降临。主啊，赏赐伊讲道的开力，赏赐伊有开帖上帝话的恩赐，对伊对你遐所领受的话，通成做阮的帮衬。愿将阮今仔日的圣会恭敬交伫上帝你的手。愿主你亲自教阮三角地地。愿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兄姊妹，请坐。咱这时要来共读启文，咱来看启文第17篇。启文第17篇记载伫诗篇84篇的所在。现在我来刻，恁来用。万军的耶和华啊，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教分去。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婴仔为着家己找着父囝会受。徛起伫你的厝的，即个人有福气。伊的力在伫你。伊经过老目屎山谷，互伊变做水泉的所在。伊哪行开力，哪加天。万军的上帝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做阮敬拜的上帝啊，你着看。伫你的殿院待一日，较好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袂捌留一项好物。万军的耶和华，咱即时来共读上帝的话，请咱掀开圣经路加福音15章，咱要看25节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咱要看25节到32节。现在我来读，恁来看。迄时，伊的大囝伫园内，倒来要到厝，听见做乐甲跳舞的声，就叫一个萝卜来，问伊伫啥代。伊甲伊讲：“恁小弟来啦，恁老爸因为得到伊好好倒来。”所以杀迄只肥的牛仔，大囝生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劝伊，
伊应伊讲，伊应伊的老爸讲，你看，我服侍你遮尔侪年，拢袂捌违逆你的命令，你也袂捌互我一只羊仔囝，通教我的朋友三角欢喜。纵是你即个囝交杯充饥，一切破坏你的业，一个倒来，你就为伊刣肥的牛仔。老爸就甲伊讲：囝，你常常教我伫地，既然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若是你即个小弟死有过活，失落有过得着，咱一家着欢喜快乐。愿上帝祝福看伊话的人。咱伫即时也要来请咱的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上熟悉的青云人，最熟悉的陌生人。各位兄弟姊妹平安。顶礼拜也是讲即个月，其实牧师一直咧强调讲，咱爱做囝的身份啊。好，你顶礼拜咱看见小儿子的问题是什么？还记得吗？小儿子的生命有什么问题？我被客气啊。好，小儿子的生命有什么问题啊？不顺服啦，然后呢，有几个比较大指标嘛，哈，不顺服家庭的教育啊。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叫做不顾念父亲的心意啊，伊无孝良老爸的心意啊。他跟爸爸说什么？爸，我该互我的财产爱互我爸，把你那应得的产业分给我。这代表什么？牧师有讲过啊，犹太人要分财产两个条件，第一条件是什么？爸爸觉得年日不多了，提早分配财产、分配产业。第二个是什么？爸爸突然间死掉了，很容死去了，安怎样？爱照摩西的法律来分财产。不过这个细汉后生安怎样？甲因爸爸讲，把该给我的产业分给我，代表什么？伊望伊爸爸安怎？较早死的啦，好，代表怎么样？我宣判我的父亲怎么样？死亡了啦，哦，其实意味着什么？我要的不是你，我要的是你的财产啦，哦，所以咱看见这个细汉后生有性命的问题啊，好，有遇到很多的问题在他的里面，因为他看见什么？这个世界哇尼亚虚华，哇尼亚自由，哇尼亚享乐啊，兄弟姊妹。唔知影你有孝念爸上帝的心意无？唔知影你来教会的目的是啥物？唔知影你有真正明白这位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无？今天我要再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叫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到底是有熟悉还无熟悉？想到个会个找混人啊？那到底有没有熟悉啊？哦，什么是陌生人？陌生人简单来说，就是对一个人完全无熟悉。我对你完全不认识啊！好，就像咱结束了后，你伫7拄到足侪人诶，不过你敢有捌你？唔捌你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啊！哈，所以到底有没有认识啊？兄弟姊妹有的人吼，你家庭内底永远是安尼啊！吼，咱伫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甲咱照顾大汉，吼，我们可能跟爸爸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过，当你青少年的时阵，咱即摆囡仔吼，伫家庭内底安怎？食饭的时阵看手机啊，爸爸妈妈也看手机啊，吼，无经营啊。所以，豆豆大汉了后，这个家庭就减少经营、互动、分享的生活。渐渐的，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你无一定知影你的爸爸妈妈拄到什么款的问题，你唔知影你的囡仔伊有什么款的需要，伊唔知咧烦恼什么，仿佛我们只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我知影有你，不过我想为唔知影你到底遇到什么挑战啊？有一寡翁仔某天天生活在一起，但是不一定真的知道彼此心里面的感受。虽望敢若住伫一间厝体同款，不过心内安怎没有彼此的认识啊？没有真的知道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啊？唔知影讲啊，我的弟弟伊即摆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我的妈妈伊即摆有什么款的需要？相款兄弟姊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来这边做礼拜，咱参与服侍，咱每一天祈祷、读圣经、敬拜，咱敢有真正明白这个爸上帝？你敢有真正明白爸上帝的心意是啥物？
咱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而且服侍，固定的时间祈祷、读经，有可能你唔知影到底是安怎样，咱要伫遮做礼拜。牧师要问咱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来这边做礼拜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李兄这较勇敢的、较大声的，为什么？亲近神呐，哈！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每一次做礼拜，其实是要更清楚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第二个，我们要传福音呐。咱做礼拜是要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二，就是咱要传福音嘛。所以，咱敢有可能，其实咱来教会做礼拜已经成做一个习惯，成做一个家庭的信仰，不是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你真熟悉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体制，你也真知影。等下牧师讲道了要唱回应诗歌，不过你敢有真正知影？咱每一届坐踮遮的目的是啥物？你敢有甲你的爸上帝、你的上帝经营亲密的关系？你有没有活出父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上礼拜牧师讲到，小儿子为了渴望得到自由的生活，向他的父亲要了产业之后，就离家出走。不过经文讲什么？随时就发生真大的扒荒啦，饥荒啊，哇！雄世界变动真紧啊！咱看见这个细汉是面对什么问题？伊摕到老爸产业了后，伊无经营啊，没有经营下去啊。以至于什么？世界变的时候来不及调整，来不及改变啊！伊当作沦落到去吃猪的食物，去做猪的工作。不过，等这个囝醒悟之后，上个礼拜的重点啦，你醒悟之后就要觉知啊！你觉知之后，离开教会，你要有行动啊！不过，咱常常有可能敢若有骄傲啊，有决志。不过，咱出去教会了后就无行动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很有领受，你敬拜的时阵，你真有感动，真有快乐。不过，当你回去的时阵，上重要是行动啊。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老爸早就在门口等他的小儿子回来。但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小儿子好像浪子啊，但今天大后生大儿子，他虽然在家。但是他的心中，他的生命也如同在流浪啊，因为他离开爸的心意啊。今天咱们来看，这里找到了，找到了。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第一，人在家，心却离父亲很远呐。兄弟姊妹，你敢有可能你今麦伫上帝的厝内底，不过你今麦心思意念根本都无伫遮？你有看这个牧师底下在讲，在那边哇讲得很好很精彩，但是你的耳朵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因为你的心中在想讲，等下中昼要吃什么？明仔载的工课唔知要怎处理？我的纳税唔知有关无？我的厝门唔知有锁无？兄弟姊妹，你敢有可能像这个大汉后生同款，人伫厝内底，不过你的心离老爸真远啊。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迎接他，很高兴的为他宰了一头牛啊。举办一个宴会宣告，官方宣告说：“这个是我的囝，伊回来啊！这是我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不再是奴仆，他重新得到儿子的身份。”老爸予伊穿鞋啊，予伊挂手指，予伊穿衫，搁一摆对大家讲，伊无搁再是流浪的浪子，伊是我的囝。不过这个时阵，今仔日经文讲啥物？大汉后生回来时阵拢奇怪，哪会遮老日啊？奇怪，今仔日也毋是过年，也无人生日啊，是安怎样？阮兜会遮尔老日？怎么有人在嘻嘻哈哈？怎么很像很热闹啊？结果这个大儿子怎么样？叫一个仆人过来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想到阮兜遮尔老日啊？这个仆人对他说什么？你的父亲哇，真欢喜你的小儿子、你的弟弟回来了无病无灾的回来了，把肥牛犊宰了，父亲与大家在一同欢乐啦。兄弟姊妹讲到这，你若是一个大汉后生，你有什么款的情绪？
如果你是大儿子，你回来发现家里面在办派对，你有什么感受？有的人可能会感觉很高兴啊，我弟弟回来了啊，哇，这是应该的啊。有的人个安怎？了尾仔囝你何甲伊办倒哦？了尾仔囝你甲伊回来哦？吼，有的人会欢喜，甚至有的人讲啊，凊彩啊，随便啊，回来就好了，吼，无事无感。不过当这个小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兄弟姊妹，我们想想看，父亲的反应是什么？你觉得父亲的心里面的反应是什么？老爸反应是什么？在等待啊！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经文，看到父亲不断的等待啊，你喺门口在看，到我的囝的身影，我随时要怎么样把他挽回啊？他着急啊，他在憔悴啊。不过我们看大儿子的态度是什么？他的大囝敢有咧甲他老爸咧等？无呢，他敢若亲像无他的代志呢，敢若亲像这个弟弟无要无紧无所谓啦，反正有他没他都无所谓。这个大囝敢若亲像无任何的感受啊。不过当伊的弟弟回来的时阵，大儿子怎么样？生气啊，做生气啊，是安怎样为办的？结果安怎？经文讲什么？生气甲安怎？无想要闭气啊！这台语叫做菜串，搁张啦你遐咧洗串嘛我买闭气，我买，啥都改闭气，伊个坐胆好靠啊这个大囝，其实已经骨力最好家己的本分啦。今仔日经文讲什么？他从田里面工作回来，代表他很认真在做父亲的产业伊认真的经营伊尽忠职守。不过伊看起来甲老爸带做伙，不过伊无法度完全明白理解是安怎样老爸有这款的动机，有这款的动作。兄弟姐妹，我在写这篇讲道篇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咱来我们看见教会需要的时阵，不论是服事，看到新朋友，我们会选择无视跟他想讲，迄无我的代志有交代当工的代志迄个便所大嫂我看到无要紧反正有人会整理爱餐结束了安怎不要紧咱免斗相共，咱食会个欢喜个回来反正迄牧师爱做的，反正迄小会长咧爱做的，反正有人会做咱咧敬拜的时阵不要紧我们就姗姗来迟反正迄敬拜也无啥，迄顶悬的人咧唱尔。兄弟姊妹，毋是安尼若是今仔日咱来教会，咱知影背上帝的心意的时阵，我们就会知道要经营咱会知影讲，咱伫教会，咱来彼此关心，彼此服侍。咱聚会的时阵就要安怎？做伙准时点头吃。咱咧敬拜的时阵，毋是干那顶悬的人真道理咧敬拜，咱下骹个安尼，无个安尼。这毋是咧起者教会，这不是在经营如果我们有经营附加的概念，我们就会怎么样？积极的回应我们敬拜的时候，就会一起敬拜，同心敬拜，个亲像咱即摆咧讲道同款，不是干那牧师咧讲尔。我们要怎么样专心我们的专心就如同在敬拜兄弟姊妹，一间教会的成长，不是牧师偌厉害呢？一间教会的成长，不是小会员长职偌厉害呢？是咱的规间教会兄弟姊妹拢知影，这是上帝的教会，咱来为着上帝的教会来付出、来服侍咱的每一项代志，咱看见需要的时阵，就亲像伫厝内底同款，伫家己的厝内底同款，要紧爱去处理看到是新朋友来的时阵，我们应该要有怎么样去问候去关心因为这是上帝，也是耶稣基督跟咱讲的，我们要使万民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使命大使命，敢若予牧师尔吗？这个大使命，敢若予长老甲执事尔吗？不是是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都要有这样子的福分，这样子去经营所以兄弟姊妹，毋茫咱的教会对这个时阵开始，咱要开始同心服事以前，我们必须要回到
健康啊。咱的心灵有健康无？咱教会的体制组织有健康无？你的性命有健康无？你敢有看见你的老爸，咱的爸上帝要紧每一个世上的灵魂？你敢有看见爸上帝要紧咱的教会应该爱复兴起来，加做社区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当咱教会咧举办事工的时阵，你可能无有真侪运数，不要紧。不过上帝将你放伫中分教会，就有上帝对你这间教会的期待。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但是我们要各尽其职啊。若是讲咱无了解明白上帝的心意，有可能我们就觉得啊无所谓啦，反正后礼拜的儿童营是无输带青年，啊咱也无要紧啦，无要无紧啦。我们有时候会不会如同这个大儿子一样，不明白父亲的心意，无关紧要，继续做我的服侍，无要关心，甚至无愿意祈祷啊！兄弟姊妹，望咱会当每一个兄弟姊妹，我们都要成为成熟的儿女啊！咱会当继承经营父神的产业啊！我常常咧甲咱的长职讲啊。中分教会伫遮60年，咱即摆会当伫遮，是因为什么？有上一代信仰前辈的努力啊！这是信用的产业啊！这是信仰产业流到我们这里，流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如何经营、继承，互后一个世代的长进，互后一个世代60年以后的教会，这是咱即摆爱开始做模范、做榜样啊！在家的儿子却活出奴仆的心啊！兄弟姊妹，大汉后生伊真骨力咧经营服侍啊。不过伊对伫老爸欢喜款待弟弟回来的时阵，伊真无欢喜啊！伊认为老爸安怎？你应该处罚他，你应该责备伊啊！你应该怎样？无应该去互伊回来啊！你要互伊一个教示啊！是安怎互该庆祝？是安怎互该办道？为什么？这个老爸就安怎出来苦劝这个大汉后生啊？因为大汉后生伫后口咧张啦，我摆袂去，我摆袂去，我死都摆袂去，是安怎？哦，爸爸就出来劝他。不过这个大汉后生安怎？大儿子指控父亲什么？我服侍你那么多年，兄弟姊妹，唔知影你读经文的时阵，你读到这节的时阵，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伊用服侍啊，兄弟姊妹，你对恁老爸老母会讲服侍这个字吗？我服侍大儿子已经把自己当成奴隶了啦，当成奴仆的心态啊。原文就是什么？我成为你的奴隶，侍奉你那么多年啦，我做你的奴才呢。哦，兄弟姊妹，这个大汉后生从儿子的身份变成什么？奴仆啊！哦，我从来唔捌违背过你的命令，你无给我一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啊，兄弟姊妹，惊到啊！恁囝啦，恁教会啦，恁牧师啦。想要，毋是恁爸爸共款，恁囝啦，吼，甲成功甲伊无伫代啦，吼，恁敬拜团啦，恁小会啦，吼，恁安怎样都安怎样啊，哇，惊到呢，好像他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啊，哦，所以大汉老师也有性命的问题啊，哦，第一，他的心中充满怒气啊。伊看到爸爸安尼做的时阵，吼，伊心内有可能有怨叹啊，有艰苦。伊并不是讲，爸爸，我照顾你遮多年啦，爸爸，我遮尔爱你，我爱你遮多年啊。伊甲伊爸爸讲啥物？我服侍你遮久啊，我做你奴才做遮久，吼。甚至伊安怎伊个强调讲，我从来没有违背哦，我真听话，我真友好，我真做你的奴才，做牛做马。不过，咱看见这个大汉后生有什么款的问题？他不明白父亲的心意是什么啊？
伊无真正熟悉小老爸做老爸的心情是啥物款啊？他不明白啊。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伫教会内底，咱也是一个真认真的信徒。我们每天祷告，每天读经，我们殷勤服侍，但是我们可能在关心世上灵魂的事工上面，我们兴致缺缺啊。咱真认真咧服侍，咱真认真咧祈祷、读经不过。当咱无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为着找这好靠的羊群要来的时阵，我们可能只做好自己的本分，却不了解其实父神的心意在哪里。外面啊，那些世上的羊群，就是为何我们聚集在这边，咱经营教会，你这服侍的最大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啊。然后咱看见大儿子还有第二个问题啊。他自以为是啊！伊俩准讲伊家己盖好啦，伊咧讲伊弟弟安怎的时阵，批评伊小弟的时阵安怎？哇，讲得理直气壮嘞！吼，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做得比弟弟好，做得比你的小儿子好，道德自以为是啊！哦，小儿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细汉好生伊弟弟等来说：“父亲，我得罪了你啊！”不过这个大儿子却怎么样？你得罪了我，伊甲伊老爸讲：“父亲，你得罪了我，你没有照着我的期待，你没有照着我认为的做，你为什么还接待小弟弟回来啊？”大儿子看似怎么样？道德上面已经叫就友好哎，他很认真经营，很孝顺，很乖巧。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伊唔知影因老爸的心意是啥物啊？伊的心中，甲这个家真做是一个最工课的所在，亲像打卡上班一样，只好不断的做。但是他少了一个问题啊，他没有跟他的父亲建立亲密的关系。伊若是真正甲伊老爸有建立亲密的关系，当伊的弟弟回来的时阵，伊的老爸伫后口伫遐咧欢乐，伊弟弟回来欢喜的时阵，伊更加会当知影讲爸爸的心意是什么啊。不过咱看见大汉后生安怎冷漠啊，无关紧要，无要无紧，这代表什么？大儿子没有在跟父亲经营关系呀，不了解啊。兄弟姊妹，唔知影你有可能是这个大汉后生无？我们不断的服侍，久而久之，忘记其实咱的教会，教会是你的家呢。会开始安怎？计较讲我付出这么多啊，我付出这么多，我牺牲这么多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意念的时候，代表大儿子的生命的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啦。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除了服侍之外，咱更加爱踮伫这个所在读上帝的话，爱敬拜，爱明白爸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啊？咱有的兄弟姊妹真骨来服侍，不过伊无一定愿意读圣经咧，很努力服侍，但不愿意敬拜，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聚会，但是他喜欢做事情。这有问题啊！来教会不是只有做事情啊，你教会我们更应该要领受恩典，领受神的话语啊，以至于怎么样，渐渐的变成奴仆心态。最后这个老爸安怎？哇，这个大汉后生伊愿意菜错啊！哇，我都接受啊。当这个大汉后生甲伊的老爸无尊重的时阵啊，父亲没有任何的责备呢，没有任何的生气都没有。儿啊，囝，我一切拢是你的啊。父亲没有责骂，再一次提醒他：你是儿子啊，儿啊。你是儿子，你不是奴隶啊！伊是囝，伊不是长工啊！你常常甲我同在呢，我的一切拢是你的啊！你的小弟回来，应该欢喜庆祝啊！当这个大汉后生看见弟弟回来，老爸为他庆祝的时阵，他看见的时候，他以为他失去了什么啊？伊敢若亲像失去一切啦。不过这个父亲告诉大儿子什么？儿啊，你什么都没有失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啊。这个大儿子活出奴仆心态的时候，会记得
牧师伫第一礼拜讲什么吗？奴仆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努力求好的表现，得到肯定啊！所以咱看见这个大汉老师安怎？跟爸爸讲，我做那么好，做那么多，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他已经活出奴仆的心态啊。这个老爸在讲什么？儿子，你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你就是我的儿子了。你不需要做什么呀？兄弟姐妹，我们也是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白白得来啊。耶稣基督为咱流出宝血，也是白白流出给咱啊。咱无需要做什么。老爸不断地提起讲，你的弟弟不是你的对敌呢，不是你的冤仇人呢，伊是你的弟弟，伊嘛是我的囝。父亲想恢复的是什么？关系啊，关系啊。老爸的心意是什么？憔悴寻找世上的啊，兄弟姊妹，咱的主耶稣基督讲什么？伊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也要寻找世上的人啊！兄弟姊妹，我们走出社区的时候，你有看见世上的人吗？你的家族里面有没有世上的人？你看见的时候，那个就是父亲的心意啊！这个老爸2次都跑出去，第一次跑去迎接他的小儿子，第二次跑出去寻找他的大儿子。这个就是为父的心啊！这2个囝，一个是真正离开老爸的厝，另外一个是伊人无离开，不过伊的心个亲像离开同款。不过相款的是什么？拢是老爸出去憔悴啊，都是父神在寻找啊。这段经文啊，其实要问咱敢有大汉后生的性命？你敢有聚会真多，不过你大概来聚会，你心中无喜乐啊？你可能服侍真多，不过你心中无定。你可能才目真多，你读真多圣经，不过你无灵敏啊。你可能离上帝真近，不过你唔知影背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大汉后生上大的问题，唔是伊无回来，是伊一直伫厝内底。不过伊袂捌真正知影上帝的心意，父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仿佛每一次回家面对父亲的时候，爸爸，你喜欢老爸我知影，但是我未曾知道你留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怎么经营？你的心意是什么？如同面对催婚人同款啊！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何西阿书6章6节，中文的，我们一起来念，1、2、3。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啊！兄弟姊妹，被上帝爱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认识他，大过于我们做什么表现呢？不是我们要做得多好，神才爱你呀，而是我们有没有真的认识他？上帝爱的不是咱外在做了有偌好，是咱敢有真正明白伊啊！咱敢有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中上重要的位置？我们有没有一生敬主为大？我们有没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啊？说父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啊？透过圣经的教导，咱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耶稣基督伊来，伊也有讲伊的目的啊，唔知影你会记是无？其实牧师一直咧来咧讲道，每一个礼拜其实拢有连结啦。所以牧师要鼓励你，每个礼拜我们要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1、2、3。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兄弟姊妹，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耶稣基督一定做互咱看。伊讲，我认识父，父也认识我，所以我要怎么样？另外有羊啊。最后，牧师要用一段影片，是咱顶礼拜青年
咧做见证的时阵，因伫遮流目屎，因为因知影对上帝的心意是啥物。咱做伙用这个影片来加做今仔日讲道的结束。来，我们请 PPT 同工，可以放大吗？年轻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我想，伫顶礼拜孝伊咧孝的时阵，其实伊绝对无想到讲伊会孝。不过伫迄个时阵，上帝恢复伊做囝的身份，他重新知道伫教会内底，毋是逐礼拜来聚会那尔，是因为有被上帝伫的啊。好，来，我们一起来看，没关系，各位亲爱的年轻人，各位亲爱的年轻人。各位亲爱的年轻人，没关系，就这样看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天父的产业啊？不是教堂建筑物啊，是教会外的灵魂啊，那就是他的产业，是神国度的拓展。各位亲爱的年轻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天父的产业啊？不是教堂建筑物啊，是教会外的灵魂啊，那就是他的产业，是神国度的拓展。那个国就是我父的国，是在校园、在职场里面去转化生命。所以，当你开始经营天父的产业，你就不会再是每天计较有没有被赏赐的奴仆，而是与父亲一同作王治理的继承人。你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才使你成为天父的儿子，你是因为你确认是儿子才开始侍奉。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 ecclesia， 是被皇帝召集出来，由法定权柄，能够去治理和转化一个新殖民地的特战小组啊。但他们身上有一种洗不掉的标记，就是什么呢？疯狂的彼此相爱，而且敢于冒险。他们不建围墙，而是直接空降到险恶的世界去触摸人心。他们冲锋陷阵，甚至勇敢跨越种族跟文化的藩篱。他们能触摸人心，因为他们与人们够靠近，拒绝被格式化。他回到原本教会的原型跟定义。周一到周五的每一天，他们活在人群里，在公司、在职场、在校园、在行政区去接触人，参与公共的议题、文化职任。世界能够在他们身上看见那个记号，那一种很特别的记号，就纷纷来问他们盼望的缘由。这些人就预备好去回答个人，让我们在各处掀起神国运动的浪潮。阿们。教会，我们一起敬拜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咱做伙用这条诗歌，咱做伙站起来，好来敬拜。咱搁一摆来甲上帝讲：主啊，我们加做你的囝。主啊，我们伫任何的所在啊，加做主你传福音的出口。咱要搁一摆来到爸上帝的面前讲：爸啊，我们要脱离做奴仆的身份。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讲：主啊，我是你的囝。我们做伙来起造教会。搁一摆甲爸上帝讲：主啊，我们做伙来经营，我们做伙来继承主你予阮的信用产业，予阮会当看见人的需要。
咱叫这一摆用这条诗歌来甲爸上帝讲，我的心要来安静伫你的面前。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搁一摆来到爸上帝的面前，我的心。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聆听好听你。对你的爸上帝讲，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心所听，放了家己，予你引带。教会来宣告，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搁一摆来对爸上帝讲，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搁一摆来宣告，爸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招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愿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兄弟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父神的面前。再一次来向神来立约，再一次跟神说：主啊，我不要再做奴仆的心，我要再一次回转向你。不论你是小儿子或是大儿子，父神都在等你回来，父神都在寻找你，要告诉你：儿啊，你是儿子，你不再需要被世界定义，你不再需要做得有多好，你就是父神的孩子。我们要一起来继承父神的产业，我们要一起起来服侍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伟大，让中营教会不管在任何的服侍上面，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被神呼召；我们看见这个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去耕耘、经营、去服侍。家己姊妹，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你甲爸上帝讲：爸啊，你靠一摆，互我会当有信心、回转的心讲：爸，我要做你的囝，我要来继承主你予我的产业。咱搁一摆来祈祷，兄弟姊妹，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阿爸爸，互我会当转来到主你的面前，讲：爸啊，我是你的后生，我是你的囝，我要继承你予我的产业。主啊，互阮更加明白你对阮教会的心意，你对阮生命的心意，你对阮家庭的心意。愿主上帝，你予阮会当搁一摆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阮相信，无论你悬山低谷，主啊，你袂捌放下我，你袂捌离开阮。主啊，互阮会当有勇气回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讲：阿爸爸。愿主你，互我会当伫阮的厝内底，阮的中分教会继承成长你予阮的呼召，互阮看见后口有侪世俗的灵魂，迄就是你甲阮讲的产业。
主啊，你要差派阮出去，互阮伫家庭、伫工作、伫任何的所在，要为主你做工，活出囝的身份，互众人看见阮的性命的时，就看见阮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兄弟姊妹，当阮伫教会伫爬上帝的面前的时，无个需要活出别人对你的期待，独独爬上帝要对你讲：你是我的儿子，儿啊，你要继承我的产业，使我们的家要再一次来继承转换。让个一摆来唱，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照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轻轻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用我一生对爸爸讲，用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父上帝，我们用阮的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主啊，互阮无搁带着骄傲的心。主啊，互阮会当放落阮家己的性命，谦卑顺服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父上帝，阮相信，毋是阮做了有偌好，才食做囝儿，是因为主你一定先疼阮才食做你的囝儿。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保护洗净阮。主啊，你的圣心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无搁活伫别人的期待，互阮无搁活伫自我中心的内底。掠准讲，阮家己有偌属灵，掠准讲，阮家己有偌听你，偌顺服。其实主，求你，互阮会当更加明白你，互阮无要紧别人怎样看阮，互阮独独伫爬上帝的面前的时，我们正做囝儿的身份来到老爸的面前。爬上帝，阮的生命需要你，阮的教会需要你，愿你互阮有怜悯的心。当阮看见人的时阵，主啊，阮有怜悯。亲像主耶稣基督，你怜悯阮同款，愿主耶稣你的疼充满伫阮的内底，互阮会当领受主你的疼，用你的疼来起造教会，用你的疼来听每一个身躯边的会友兄弟姊妹。当阮看见心内的朋友的时，主，阮满心欢喜，因为主你超找的是每一个属伫主你的囝儿。主，求你将这款老爸囝儿的心放伫阮的内底，互阮会当为这点开始，甲爸上帝讲：主啊，我要起来经营承接你留落互阮的信仰的产业。主啊，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咱做伙拍破啊，搁一摆，归荣光学乐互咱的爸上帝，哈利路亚，请坐。感谢主，愿上帝话成做咱的感动甲帮助。这时我来报告，请来掀开咱手中的周报。上周的会务，主日礼拜出席62人，现金4960块；主日二下校出席14人，现金160块；拜一妇女团契出席有9人。拜三祈祷会出席23人，拜六少年团契是暂停，拜六青年聚会也是暂停，拜一到拜五的早祷会有4个人。下周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是潘家军牧师，诗会是李玉吉执事，司琴是刘安琪东二，当地是黄建华执事甲王阿玲执事。敬拜是第4组，电子琴是黄恩婷姐妹，助理二第4组，导播音控是李崇胜兄弟甲黄家乐同学，导演是二春楚姐妹，交代是萧桂面姊妹甲麦雅淑姊妹，交通组是刘主委长乐甲谢安兰兄弟，
下周的时间的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陈妍如姐妹，地点是教会2楼会议室。拜三的祈祷会，主理是历秀钦执事，司琴是刘安德兄弟，导演是李敏秀执事，带导的家庭是李国清兄弟的家庭。拜四的家庭探访，家庭要伫李圣贤兄弟的家庭，轮值探访是岳东梅长老甲麦雅慧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要参加天国精兵夏令营，这是伫咱的教会来举办。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老主位长老，圣经是以西结书34章1节到6节。题目是以听找回失迷的羊群，圣诗是278首到478首。本周的金句，咱台语的甲华语的，咱拢来读一摆。台语的请，若是你这个小弟死有过活，失落有过得到，咱应该着欢喜快乐。华语。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庆祝。咱来看教会的消息。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由本会咱的潘牧师代表请安报告，请咱的兄弟姊妹为这个文字传道的事工来奉献关心甲代祷。第二。高雄中会常年部举办2026年南区联合感恩礼拜，时间是8月17，拜一是伫10点到12点，地点要伫高雄汉来大饭店，报名是800块一个人，本会少年团契会补助400块，若要参加的请老主义长老来报名。第三，咱有会籍的专业。由这个尤英俊弟兄对一家教会来转入，吴淑慧姊妹对你们教会来转入到伫本会。第四，恭喜本会魏瑞智兄弟、买雪如姊妹的查某囝允和已经满月，礼拜后有准备满月的家两个要来送互咱的兄弟姊妹来分享，愿主祝福因的家庭。第五，主日正道圣经以弗所书2章19到22节，题目是欢迎回家。第六，本会2天1暝野外礼拜的公告，咱请咱家己来看。你若有问题的，咱请来找这个玉照长老，是净化执事来问。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咱要提早订房间，所以咱要赶紧。你若还未报名，咱要赶紧来报名。代祷的事项，拜一到礼拜，甲还有特别提名的，咱照伫咱的周报，咱逐工为因来提名代祷。咱的教会奉献的明细表，咱家己来看。若有问题的，请咱来找敏秀执事来更正。我来报告奉献的部分。礼拜现金出席有70人。现金是2745块，月定的现金是4个人，现金是5000块，感恩现金是4个人，现金是1万块，建堂现金是4个人，现金是19000块，对外奉献是200块，奉献的总价是36945块。这是啥起来做奉献？兄弟姊妹平安，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有吗？有吗？那个灯手长老后面的2个姐姐，是第一次来吗？好，我们拍手欢迎她。
欢迎你们，欢迎。还有吗？没有人哈，没有第一次来啊？哦，资本兄弟的新妇 ，OK。哦，资本。哦，后面那两位哈，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好，那牧师来报告啦哈今天今仔日是文理团队啦哈，曙光就是咱的公报社哈，我们的公报社的公报啦哈我们一起为了这个文字侍奉的关心代祷第二个教会今天会发放每一户一罐那个义卖的鱼酥啦因为我们现场的义卖让我村啦不过我们要赶快在有效期限内，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回本，那剩下的就是因为短期可能我们要出去预备，所以我们一户会先送一瓶鱼松啦所以等下二号口请咱的同工来协助咱恭喜咱雪茹跟睿智因他们的女儿啦允和不过一段末尾，所以还袂抱来，不过咱游玩为因祈祷啦可能无方便这么多人去甲探访所以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因为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有很多的挑战身份上面的转换为了他们来祷告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中营教会的产业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关心，一起祷告咱呢野外礼拜赶快报名，因为有很多不是教会的会友已经等不及要报名了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咱爱赶紧来报名这个敬拜俄罗团等下结束了后请所有的人来到头前找牧师。以上报告。等下，咱的鱼酥是一户一罐，毋是一个人一罐哈，爱记哩。一户一户。咱这是来吟上言510首，上言510首。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地景圣神，请起立来吟全首。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的，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地景圣神。请牧师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探、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为咱即马互相来请安。请敬拜团来到前面集合，哦，乐手跟歌手敬拜团来到前面集合。